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台湾新话故事，台东三仙台。倒脚、正脚、后勾、头前踢。坐一輪，嘿，球也是伫我腳頂頭。嗨，樂樂。嘿，我來倒腳。王阿姐。樂樂來休困一下啦。哇，你即馬踢骹球的功夫閣較厲害啊！兩支腳安尼踢來踢去，球攏袂走去呢。嘿嘿嘿，多謝王阿姐的學咯。明仔載，老師愛阮每一個人攏準備一個家己真牛的表演，然後大家愛投票選一個上特別、上認真、上牛的。我就要表演踢骹球哦，空空講要表演大隻客。哦，恁為着表演拍拼練習的模樣，就敢若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呢。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，這是啥物意思？傳說啦，講是有八個神想要過東海，所以佇海上等家己上有才調的本事。台東就有一個三仙台，故事是安尼：真久以前有八個神要去仙島，但是想要去仙島，就要先渡過東海。何仙姑看到汪洋大海，伊問講：咱是要安怎過哈？不如随人提出法宝，等一下家己的法力来过海，你讲啥款啊？陆东斌，这个方法吼，对我铁拐仔你来讲是小可代志，好咯，就是我的法宝，看我徛伫顶面，就会当过海哦！哈哈哈哈！各位，我先来走啊！真骄傲呢！我何仙姑冇法宝，就是我的好花。嘿。何仙姑，稍等一下啊！就安尼，杨果喏、周国舅、韩湘子、拿彩荷，拢把家己的宝物等入去水内底，借宝物点神通游东海。毋过，伫东海的海底有一个东海灵宫，灵宫的老大是火狐城的东海灵王。报告灵王，海面有一群人，因伫海面摕真济宝物伫海上足悬的，做风做影，今嘛东海真无平静呢。哼，来人，行，去看卖是啥人遮好大胆，敢来我东海灵王的地盘乱。想袂到讲东海灵王一出海，就拄着八仙。一问才知影讲，原来是要渡过东海。恁这群人想要经过我东海的海面，就要照步来呀！哇，东海这看，敢讲拢是你管呢？当然，我是东海灵王。火狐城的东海灵王规矩济，一个手讲袂当去伤济海影，一个手讲因伤吵。这个规矩，互八仙愈听愈生气。讲无几句啊，两边生气冤家，尾啊竟然拍起来啊！灵王，我八仙伤厉害呀，阮就要挡袂掉啊啦！哼，竟然有这款代志！来人啊，你去找南海、北海、西海灵王来斗相共，我就唔相信因拍咱的过。是，遵命。真紧，南海、北海、西海灵王赶来斗相共啊！双方拍甲袂收煞，规个大海起小高影。这个时阵，南海观音菩萨拄好经过，菩萨无介意吵吵闹闹，哪按打灵王，哪按打八仙，大家总算和和气气，各人行各人的路，大海才总算回归平静。哼，这灵王算伊好运，拄着观音菩萨，才无拍歹伊灵王的名声。若无，伊咱八仙的能力才袂输咧。是啊，过一个东海有影忝噶。何仙姑，你忝啊呢？是啊，我根本就想袂到讲今日会拄到这款代志。等下去仙岛，我一定要困互够开。
大海中有一块绿地，不如咱来去遐休困一下。好啊，真好。哎，你要去倒？我嘛要去。就安尼，吕洞宾、何仙姑甲铁拐仔李决定要去绿地顶头好好啊休困一下。因拄打起哩迄块绿地要坐落来，身躯顶的功力竟然互绿地震动，变做三块真大地的石头。三个人倒伫顶头，有够舒适的。哎，何仙姑，你精神啊？这风景袂歹呢，敢要来去散步？好啊。咱行迄边较细声咧，唔通吵着铁拐仔李，伊就是爱斗闹热。好。哈！恁两个想要甲我等一边，无遐简单。哇，这加较凉呢。有影呢，咱拄则应该踮遮休困，无日头伤美啊，我的皮肤拢互晒干。你讲了对，咱伫遮坐一下。哼，这两个人有好康的，拢无要分享。这铁拐仔李伫棚空外口看看，才拄要去搅扰吕洞宾甲何仙姑。即阵天顶熊熊射出一撮光影，原来是天顶的金光大神。看铁拐仔李鬼鬼祟祟，就是伊要伤害吕洞宾甲何仙姑。虽射箭想要保护何仙姑，但是铁拐仔李真有才调，迄箭无射到铁拐仔李，颠倒甲山石斩做两半。吕洞宾甲何仙姑听到外口的声音，走出来看，发现大家拢无代志。三个好朋友就继续哪搭喙鼓，哪行去仙岛的路路。乐乐，你敢知影吕洞宾、何仙姑甲铁拐仔李因倒的所在变大石头是伫倒位咧？哦，敢真正有这个所在？传说中因所制作的迄三粒大石头，就是台东的三仙台哦。台东伫台湾的东部往南边的所在，是台湾面积第三大的县市。咱讲的三仙，讲的就是吕洞宾、铁拐仔李甲何仙姑哦。原来是安尼。吕洞宾甲何仙姑发现的棚空，就是即摆的合欢洞。金光大神甲箭射对铁拐仔李，甲山石射做两半的所在，就互人叫做仙剑劫。毋过，遮的拢是传说。合欢洞甲仙剑劫，其实拢是经过海水长时间咧强，才造成的美丽风景哦。对啊，阿姐，三仙台敢是伫海面上？我会记得拄则故事是讲海中的绿地。乐乐真认真咧听故事哦。三仙台确实是伫海面上哦。真久以前的人，若是要去三仙台，嘛是爱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哦。敢是爱有法宝才会当过去？那安尼，我就先学会晓徛伫骹球顶悬，互骹球带我行。毋是啦，咱毋是神啦，无法度伫水顶头行，咱就爱等退流了后，海面的水位落来，才会当行过去。后来啊，咱人决定起一座下海步桥，甲台湾本岛甲三仙台接起来。这座步桥真特别咯。用八圆拱桥连起来，八圆拱桥嘛，互人想起八仙过海，敢若这八神真正对遮经过。这座红朴色的圆拱桥，坦起边看起来嘛，敢若像一只大只龙飞伫海上，互三仙台搁较水，搁较特别啦。搁有人会伫当年头一日的时阵去三仙台迎接头一个日头光哦。哇！我后届嘛要去三仙台看卖，搁行真水的黄拱桥，要甲八仙做伙过海去三仙台电神通。小朋友，若是你嘛有去三仙台佚佗，欢迎翕相、写批甲我分享哦。再会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型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型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。
通到资讯栏看搁较侪资讯，嘛莫忘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！哈哈